每当上受到欢迎的龙徛光节空山节，将伫28号正式开幕，邀请到在组技术家、甲社区居民、地方团体、成功大学、台南艺术大学合作，创作出13组作品。台南市长黄伟体特别来做宣传。龙旗光节是一个付费观赏的光节，所以说能够在这6年来屹立不摇，参观的人次越来越多。那当然有一些票箱收入，我们深感荣幸啊。它的特色就是跟山势、跟山的山路能够结合起来。那5年来跟现在的团队就有不同的一个做法。活动迈入第6届，新的策展团队以沿途新生做主题，替龙徛再次注入不同款的艺术氛围，唔那结合音乐，也个头摆加入科技活动。这是全台首创的创新哦，那我们把它拉到了山林里面。那我们这次拉了6米高，那这一个动画呢，它其实是沉浸式的一个互动。拢有用到咱在地安尼的资源啊，今年当然伫咱入场，大家拢有一个小提灯，这提灯嘛是咱在地用咱的竹仔来制作，互每一个游客来到遮拢会当体验一下咱在地的特色。展览嘛融入地方创新，互参观的民众看到龙徛的水。这摆展期一路到明年2月16日，欢迎大家前往参观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